望姑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快了，麻烦您再等一会儿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这可怎么办啊？你们可算来了。你是舒姑娘，我就是雪倾城，咱们总算见面了。我们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。多谢姐姐以身相替，我才能有机会和孟哥哥私奔。当初形势所迫，不得不暗中劫走姑娘，还望姑娘见谅。好了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有什么话还是出去再说吧。舒姑娘，你赶紧动身跟我们走。不行，走不了了。刘德昭宴请钦差大人，要我前去陪酒助兴。啊！怪不得裘敏在外面守着，如果他去宴席的话，那对龙大人就更加不利了。万姑娘，衣服换好了吗？别再拖延时间了，快点啊！万姑娘，万姑娘，你如果再不回应，我得冒昧进去了。走吧。小官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！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怎么就会武功了呢？他少废话！小姐，怎么是你呀？管家，你说谁？她是我家小姐，丽嫔娘娘。可是不对啊，我家小姐不会武功啊。虽说入宫之前，长河老爷骑马射箭，可能都是闹着玩的，怎么突然之间？这2记耳光是替舒家赏你的。你到底是不是我家小姐啊？刘大人，让这些官兵都退下去。姐夫，退下去！退下去啊！对，退下！退下！快退！快，都快点呀！刘大人，放了孟祥和，给我们准备3匹快马。我备马。备马，快！